万人讲退休的听从为了唔得到主安呢，花样同学会倒是会有一对来宾，有意头摆嘅同学完成梦想。今日係哪一鄉親愛請同學來圓夢呢？都要挨應用評論員能向下展開一場特別嘅同學會啦。我感覺到出拍攝嘅現象做得得到當多嘅東西，我講我想講，既然做得得到咁多東西，係唔係我要做得出拍攝嘅東西啲為度，做得全部拍攝，所以我是要加啲種夢想，講我係咪要做得做一種當有意義嘅事情。我哋今日咧做個阿珍姐，而睇亞件咧學校搞校花哦。今日而同我要睇亞件學校，差唔多下課嘅哦，我哋前面。嗰種02教室，下課嘅哦。嗨，阿珍姐妹，主持人你好。嗨，上下課哦。哎，上下課。哦，好，好的，還有兩片。哎，我愛兩片。耶！對新竹嫁來台北的珍珍姐，66歲嘅。雖然佢今早就該要退休嘅，不過自從民國95年考到教師證照，教育路係以事業嘅第二春天，對教育工作還係一定熱情呢。阿珍姐，你會做合法先生，因為你應該係退休嘅年紀嘅啊。哦，嗰係90多年那些，我做採訪那些，就愛研學，冇愛講，你要去考線上證照麼？哦，研校門咯。我講好啊，好，我是去考，啊，結果考到嘅，介紹我有冇考到，結果我考到，我就當實力。哦，係哦，係啊，咁考到來教嘅時節，有冇嘅奇妙嘅素材嘛？當快樂，當後生，因為嗰兩個成日都窮啊。哦，叫為人哋講啊，台灣先生咯，你就比較嘅男人。哦，真嘅啦。哎呀，一個男人兩個男人。哦，真嘅咯。係啊，當場突然就順呢。哎，錯，當正事啊，就當快樂。哦，哎，如果做得創新，哎你滿意。啊，我會想講我搞到某個時間嘛。我講係唔會嗌先，我是退休咧。啊，我看你嘅名片。哦，你嘅名片按到太多呢，好高啊！哇，好多呢，有同合法有關呢，還有街頭藝人。95年嗰下去考嘅。係哦，哦，嗰種唔單槍教書哦，還做衫，還要去考街頭藝人，街頭藝人。哇，呢一屆嗰種嘅成分當豐富，當豐容。所以有興頭嘅事情，真正在路上去學。而感覺到你哋路係愛過來充實，人能會快樂。講下講嘅咪差唔多啱咩？真正在有愛去耶路卡食嘢。唔過，而講耶路卡有得會唱高調，但係許多嘅事，我係當真有比較多呢。哦，當然。好啦，哇，路卡都按到東西，係啊，我不可以播呢。好，東西太多了吧？一到3年嘿，我是3天，一3年按到東西，全部係教具啊。你多少聲音呢？我2個聲音呢，2個孫呢。哦，家人能帶到哪呢？是兩父權呢。哦，係哦，係，我東西當多，所以佢講嘅東西按到，唔係讓你窮下帶。多多，我發現呢。有看到某個東西咧，哦，按到呀東西我一定要拿來看一下。某個東西本意不聲意啦，哇，拿一啲本呀睇下看一下。哎呀，兩個人講那兩個冇用啦。拿的還係故事哦，一個最佳颱風獎呢。這個東沙批呢，而且你看已經存貨東多，我看這哪一年的？哦，2001年呢。哦，某個時間佢是中國誒。80年。80年，好，喺笨蛋路東好衝哈。唔係笨蛋是好衝，係本人8度誒，開通好會員時間，到時候是大概
放松頭啊，我看披薩唱到當歡喜啊，我未來見那些唱，結果唱下來講，我幾歲人哦，係啊，佢有音都不全人咁那個放松頭來唱歌，喊過一擺，喊到過分，天才嘢就比賽啊，我又未想去唱，結果本先生講啊，妹冇啥，拜託啦，你唔好去唱，你去唱嗬，我下禮拜嗬，我南日節，提前名嚟獎杯你，拜託，你唔好去比。可能你冇想按到，唔過對你其實傷害係動態嘅。所以我下立志，我唱俾你看，我聽咗嚟唱俾你看。啊，你都得按動獎，而家做在唱兩句嘅本人嚟聽喎。做得啦，好啊。兩三皮那，唔會輕才藝術嘅真在，為到證明自家嘅能力，如認真練唱，還去參加各種歌唱比賽，未得到以好嘅成績，未熟識到一群同樣好唱歌嘅朋友，還決定向下政團去考介入語言嘅執照，結果真件被考到嘅喲。嗰時唔都按無限咯，要教課，要唱歌嘅，要表演。係啊，你看你咁支持，因為唔批練嘅時間都唔多嘅呀。家下我就講還會講話，佢會冇幾次我咪講話，冇幾時間俺當後生。我兩三差20幾歲呀，20幾歲。我頭擺出去表演嘅時陣，我是會突然我老公用輪椅送嚟我老公，我妹啊，我奶啊，不去看啊，我係真是喜我輩。唱歌我唱錢，啊唔講老公係送輪椅，而家係因為佢中風，75年中風嘅。我家己考介條語言嘅時節吼，我都考試嘅時佢帶到家父票房嘅吼，當演唱，講吧隨時是會做吼，所以我來就講，阿妹、阿爸阿演唱，你敢做得去考？也想到該心肝都會當盤的也係當心肝都當艱苦。民國95年對真姐來講係一個行到高高大大嘅一年。嗰時亦不過就係想喺睇按艱辛嘅日子當中來做到位自家想要做嘅事情，實得唔到一路客人嘅諒解，也咪係一生人嘅唔圓滿。問到人家本伊老公嘅時節，為到學一路客人，真姐還喺台北嘅光復市場開一間裁縫店，連一路客人都係睇呀，從條龍嘅按時間嘅店嘅紅呢。真姐，你喺哪個時節開始睇呀工作嘅呀？民國70年開始到倆單位。帶唔係帶到呀？有我帶到倆單位，後尾吼，後尾帶到倆單位嚟時。按時呢？按你有2片冇啊？冇到兩片，冇到2片吼，帶伊多少人？63，最多係些63。愛洗盤啊，冇法度啊，愛生髮啊，冇用字哈。真嘅咧。家下我老公不平啊，冇法度。我成日都家下當蛇啊，是空我是3人，熟了只家。你3人開家，咁我哋1年我工作到點做？做得24小時，差不多24小時。1年所以到點做？2點鐘也是點鐘，每天家當後生啊，家30冷水天。按你持續一久，是70年到90年啦，3年啦。咁家下有乜個精神支柱哈？本安尼，有啊，愛到呀哈。我當我有朋友，當到朋友，其中有一個，我小學嘅同學，叫我鼓勵我，就講唔怕，明天該走，天都該看，唔怕，上班走。小學同學哦，邊有一次旅遊體驗咯。係啊，真嘅安難得呢。係啊，咁係有可能認識到伊嘛。好啊，因為我越來越少講叫咩水兒識跑。安都好。係啊，做得強下幫我搶愛，好啊。雖然日子過來已艱辛，不過真姐講有改在，有得按到求向這個好姊妹盤一直支持伊，譬如行過一道難關。本上搶邀求向這一3人睇小食店來見面，有冇來2個人咯？
哇！就哎呀，哇！你认得他吗？记得吗？是不是啊？哎呀，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来，抢错，你看易容，来抢错。珍珍姐同还是要记一下好冇？唔免讲一堆同行啊，侬会来两三咯。哦，你系爱聊，唔不但讲诶，同行系马上手香本来已经啊，因为我小好通哈，第二呢手香，要40人冇看到咧，真的要改。哎呀，我真要改。牺牲耶！太不容易啊！要上台北落的时间吼，啱开始出嘅国父纪念馆，甲咱们买生日呢，买个泡泡，啊，伊咪出生日呢来，哈，美国60人年见面系魔都好独多的哦，67年噶哈。从那一次见面以后，长6天发。哦，就67年的时候有留电话。对。哦，不是说有大天发，唔过冇见面。没有见面。你都好咧，我那个我见面吼，坐在草道里啊，旁边都吼。伊嘅贡献，最一台过了机。哦，侬话嚟讲，你一台通吼，前景做得到，因为有人咩讲咧，家爱，唔会讲过，呀，哈，梁山是小我了成日安乖，又好，不说唔对呀，好多动作，嘿，我当感动。小香姐韩式卢卡公用师，家人家官家娘有先后操作硬针，为到以2年的片，韩屯上市上两能买下来嘅屋嘅买客，而做得讲系人命很做，没愿意看到小香姐嘅情形。韩国也按当年又有小香姐团一做盘，对真正姐有改词嘅影响，没必了解到马嘅事情总路会过。真正就有等上了也健身哈。下班回来先，因为他们那些还会突然那两的没去。啊，你这个会连上台都卡住哈，都卡住。我是很少，很少但是煮哦。我常常出去吃。我真的下厨房比较不喜欢，但是呢，我会点了以后回去会试做一次看看，觉得还不错。你他们又快面条，2个面条。哦，还有啊，你起去的话，不错，亚哈冇可以。退休10年了。我起去的，还不错，这个味道。那以前秀香姐最拿手黑马给。重点是羹汤。哦，就是汤头。这个汤头。其实不是我治好，我那个汤头是我们邻居40年到现在，我退休10年了，还在怀疑。传下来的。哇，真的哦。种沙茶，但是南部是种甜味。唐起来，大家对料理旅游的迄很会吃吼，懂得吃，有的懂会煮吼，还有真正姐妹她爸会去给她煮。俺你一摆啊，按难得你能做在其中 Q 哈，俺你要节目录迄老同学 Q 哈做一件事情。路上问阿珍姐，有哪个梦想想要做的吗？我觉得吼，我了解生意吼，全部人人爱退休的，全部长辈人爱退休的。我通常来讲吼，你做得就会创办来抢老人家的什么？好吗？可以。回馈系啦，我当翻译哦。安尼当好呢？麻烦你2三哦。当然嘞，既然是20件梦想，还是有一点挑战性。好，还去眼里去请专业的人来问看啊。做得吗？我来看做啊，那个就专业就讲你啥唔啥，我来讲你啥唔啥，你就问老人家些，或者是我们去学一下，没做得好，你没做得好啊，学配晒手艺啊，系啊，做得，动看，来，阿探师，好，带了3位姐姐来拜访你哦。好，我们这次有任务哦。真的，要做什么？我们想要请独居老人吃饭，真的可以吗？想要办，好，所以来问很问你难哦，看看。比较难哦。对呀，没关系，来学个几招。学习。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对，好，对呀，我们看可不可以学到一点点？我们会用一点心，用一点心呢，不能学到一点点，当然要学会，当然啦好最重要。好，好，我带你们进来学那个好谢谢看材料。好啊，好啊，谢谢你已经准备了这些东西哦，要知道我们姐姐们的程度。你们先用摸的哈，秋芳姐都没有在煮菜的，这个好像是番薯粉，然后这个嘞，这个是砂糖，你就用看的就好。用看的。这个是什么？虾皮，这个这虾仁，他最厉害哦嗯，他以前开面店。那你要烤什么？这个是什么？竹笙，这个呢？绿豆仁，这个香菇，这个这也是香菇。你要公布答案了吗？刚刚这个秋香姐摸的这3个对吗？它全对。哦，全对哦。哦，那珍珍姐嘞？她刚刚是全错。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是什么？你偷讲下吗？该虾仁啊，哈筋啊，虾仁啊。经过虾，哦要哦，那我不知道，这个这个嘞？樱花虾，樱花虾。不是虾皮，不是虾皮，虾皮白的，虾皮白的，薄薄的，炒冬粉用的。哦，猜错。那你对翠香姐对，竹笙，然后这是绿豆绿豆仁，对，这个嘞金针菇，都会嘛哈。阿餐时太可以了解一人上3人的做厨功夫過後，就開始討論我哋料理那道合適老人家食的판족料理耶。其老人，那就是要比较容易咀嚼的菜。對，剛剛姐姐們也有比較不說，要那麼複雜的，我們學得快一點。我想想，阿餐師有什麼想法嗎？来，我们来坐着，我帮你，我叫你们要坐着寫是买材料沒。有辦法直接那個這邊2個好，準備要開。哎，我寫3道菜啊。哦第一道，富贵红烧虾，主菜就是1斤10尾的大炒虾，大炒蝦，香菜3兩半，油條2根。第二道銀包筋全雞，元爆劍全雞，3道了第嗎？三道巴斯惠甘豚，它是烩干粉，豚用注音呐，用注音呐。然后呢鸭蛋，加蛋，鸭蛋鸭蛋， 2顆，姐一直听错。红葱酥，红中酥，红葱酥，红葱酥，红葱酥，没煮真的没有经历，就不会。白砂糖，对白砂糖，赶快写啦。白砂糖，被董兄喊谁时间，很像是很不认真的学生，被老师说赶快写。然后蛋打一打加进去。哦，蛋打一打，哎呀，配饰啊，哎呀，就是那个切水莲，本来是水莲切丝嘛，切断嘛，就呢度生出菜啊，也上面即這個認真提請教阿餐師哦。啊，我未感覺嘅出阿餐師對伊嘅專業去描述，來睇順後因錄音冇會答案吼，錄音認真講伊嘅東西。啊，也上面即個美國奇妙，你都看得出啦吼，請會煮嘅一個受向者一路寫過專業。啊，阿真姐呢咩？應該咩曉得失敗吼，先本人社會如何就用這，伊連湯唔識睇講嘛嘅哦。故說呢，我如果少吼，伊呢都帶買嘢到伊呢愛嘅東西麼？買進來係阿餐時愛嘢麼？還有呢，韓國社會係下食鋪係一件事情，買東西係一件事情，做出來係那一件事情哦。嗰上嘅第二呢做出來，我很用呢嘢菜，當好去。第二日，伊能上3人抽定搶下去買盤，伊能旅遊同阿餐時嘅吩咐記在心，這就是伊個合格的廚師是做唔得超出預算哦。一擺上出菜嘅總預算係1500元，究竟伊能會順勢完成一項任務麼呢？天哪！笑，算了，也不能超过预算了，走了。两个人算一下好不好？好，吃那么好。这里虾仁，对啊，평台爆啦，嘛有水爆的对不对？
对啊，香菇的香嘿，哦，刚才这边呀，啊，哟，你见，你见很快哦，你要算辛苦呀哈，哈，他们安然哦，好，哎呀，OK，你能话不？你呢哈，导游不？头油四罐呢，啊，番茄酱嘛碎罐的，你拢甲我摕碎罐，因为大罐我又无遐济。金针菇，那就讲。金针菇哦，哎，冇同样嘅呢，有啦，有啦，同样啊，芒果罐头，对，玉米酱、玉米粒、韩国，米酒，然后呢，还有啥？啊，头油，酱油，哎，头油四罐的哦，四罐的，四罐的一罐就好啦。你鸟地了咱们就我卖点很便宜的东西。买托马那边买，买托马上来打天发，给他来。哦，当天发做在送哦。对呀。有8種上模嘅小香製材，看起來賣盤貴當係冇問題。是講買好糟貨囤調味料，還可以去菜市場買配方食材。肯定囤阿餐時約束好嘅時間都會到位，所以大家家庭分開去買，價格買齊來。等下去買雞肉了點哈，啊你以前嚟養本嘢去，哦，啱啱兩包賣，賣5瓣哦，哦賣5瓣，就筍，好，蘿蔔，番茄，安個同埋豆，好，知道了。好，海參。哎，他不是要買青椒嗎？有啊，這邊有青椒啦。哎呦，那麼多，全部按一盤呐。那太多了吧？對呀那。就買1盤，那30元一盤。一桶買多少買？幾多錢？這怎麼買？100，把它買100。1包100吧？對，100塊，差不多了。我看這一攤，你幹嘛有地瓜？地瓜，有啊，好，我緊。那個，這買一半就好，好不好？一半的，一半。下肉呢？老婆啊，有啊。那就。就全体好吧，那个买到6兩就好了。人家有哈貢，哦，這很漂亮呢。對噶，哈貢有買去買350一斤，350啊。 200好嗎，320好不好？ 200，便宜的啦，便宜的，給你300塊好不好200啊。 ？OK。好，我們一桶啊，講我就這樣啊。寬度有的，然後會大隻，會升值的，會升值的蝦它就是健康的。啊，怎麼升值？它這樣升值，如果死掉的蝦的話，就會像這樣子彎掉。軟軟的。它這個是會站起來的。啊，這隻沒有，這隻死掉了吧？沒有，不會，它看它的頭。它活活的。對啊，它會動啊。對，它會動的。要看會動的，會跳的。沒有海參哦。海參沒有。哦，那這附近有嗎？要前面去找一下，比較少。前面啊？那邊可能比較少一點。哦。300，然後還有6。今年2、3年食材各位講價，唔過講到對菜市場韓國食材嘅了解，記錄比唔樣小用者了。可能開始時候也按充裕嘅投入交本人呢，當然冇問題哈。買這麼辛苦哎，好多哦。中國菜，來香飯啊！我們要給阿燦師檢查了。這個要幹嘛？配色用的嗎？啊，那也是他那邊的8隻裡面的。對啊，就是竹筍2樣，筍子對了太多。哎呀，給嘞，要還嘛給？豬肝，這個太多了。這個不是蝦餃肉啊。這個不是嗎？因為都沒有了。哦，買不到。你這個6兩有沒有？沒有，這個。那老闆娘就這樣是加給我們，他就加給我們。哦，真的。我為什麼要說豬肝2兩就好？因為豬肝味不能太重，太重吃起來就會味道。哎，所以等一下我們就要減半。太胎耶，你都買很胎。哇，差多了，我看一下。差多了。11隻哦。A 了1隻。這個不是炒蝦啊，它不是炒蝦。這個白蝦呢？白蝦，人家他還很高興，他 A 了1隻。這個差不多20隻1斤的。對，他有講20隻1斤。啊，你還買？沒有10隻1斤的。啊，就我們就找不到了沒？沒有那麼大哦。那這樣 OK 嗎？如果沒辦法就將就啊。只能用這個。蝦子不要離水。
所以要加一点水。冰水。哦，要加冰水。啊，鸡嘞，鸡应该没有很难不那个吧？3斤多就够吧？这个刚好。刚好，因为他有说鸡买的鸡买的漂亮。虽然有的食材还是老茶推卖茶味，哦吼，也下捐可秋天起菜，看见有嘛嘅食材，就开始来准备做盘族料理了。很好，很好哦。哦，这个土地有被认可哦。哦，表示真嘅有提煮的呢哈。鸡要放下去，不是要这样弄2下吗？这样弄2下，有没有放下去？看水有没有跑出来？有跑出来，你就可以放下去了。啊，因为这个洞没有通，有没有？你放下去这边会挤空气在，所以脖子跟翅膀这边不会。他说要动一下，有没有？不会粘锅。啊，那个肉等一下熟了，我们就要切过了。砂锅碟哈？没有，第一次，真的哦。这个地头要削掉，香菇一定要泡软才可以切，不然中间硬硬的很危险。熟一点。人参姐，你睇磨係咪在动，哎，洗香菜，用吹，哦，酸简单那些条啦哈。对，来会煮最简单的，这个里面开水下去丢进去，这样就好了。对啊，沙杯用偷的。对，然后要吃的时候剪刀再剪一剪，就这样。哎，那你切 OK 吗？切我很少，我现在不在煮了啦，你那个不是外面吃就买回来。啊，你会吃困难？那要学啊，你来啦，来学一下，吃困难，吃困难，什么都要学。秋香姐，我给秋香姐吃困难，你搞以切，就切丝，就刚刚这样切。小心哦，小心哦。速度也很快呀。哎呀，还说你只会洗菜，真的，你想要继续当贵妇哈，不想要切哈。但是呢，还修油修爽，分东西带它掉下来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力量。拿刀或者它猛烈，就切到做碎了。看到刀子有一点恐惧感会痒，会动惊。这个现在就是台菜的灵魂，你说是不是？从高葱要到炸到它香气出来，所以它是会放在2道都要那个虾跟那个巴斯都要用到，像这样子就可以了。等一下你们可以闻闻看哈，闻它的香气。现在已经就闻到香味了。现在就真的要煮那个料了。虾子跟那个哦，刚快上色哦，你好多累积的嘛。等一下要试哈，你们要试哦。胡椒盐要看哦。凤梨汁这个吗？对。在虾子那边哈。番茄酱酱，番茄酱只是配色而已的，酱油也是颜色而已。这个颜色差不多了哦，等一下开始快好的时候就可以捞那个，把那个鲜香料捞掉。起来啊！这个比较重要了，看够不够甜，够不够。小汤匙拿着试试看。试一下味道。不够酸哈，可以加一点白醋。因为它会越煮越酸了啊。越煮越酸哦。觉得好甜，凤梨味很重。这个哈，它的酸味跟那个酸是有酸哦，但是不会呛。没有酸味。哦。如果真的你酸不起来，有没有？你加什么它会酸的？你没有醋了嘛哈？再加糖。加糖。加糖会变酸。加糖。对，再加一点糖就好了，就可以了。酸。啊，有没有甜？有酸的，酸的。一年33年雖然夜冇見面，不過等到大家鄉下做事，要一撒做一行過天板，切菜也切菜，準備也準備，冇路負責食。我發現到用冇半3年來做筆記呢。可是你們看過一遍會記得嗎？不用記下來。啊，你知道下一步要幹嘛嗎？我是不知道啦。所以姐還記得要出菜嘛？
哎，什么丝？ 1、2、3、4、5、6、7、8，巴斯，那个，它勾芡就是会，还有猪肝，巴斯干会会干，那另外2道呢？还有2道哦，什么虾？富贵虾，富贵红烧虾。富贵红烧虾，什么鸡？全银鸡，金银鸡，它那个什么全银鸡呀，全银鸡啊，金银包。哎呦，连菜名都记唔起来，又冇做笔记，俺哋现场嘅米的工作人员都开始推移能紧张起来呢。大家要讲认真到位呀！是要蒸啊，要蒸啊，说要蒸啊，所以我要赶快让它下去蒸，所以把它淋上去。这样就好。哦。要包哈，不要太刻意了，这样拉起来。是的。这个脚拉起来。啊。然后这边拉起来。这样。这样。它里面也往上嘛，对不对？对。好啊，这个就往上这样子，往上这样子，往上。所以你如果针不小心放斜斜的，它也比较不会露出来。这个油温大概要170度。你放下去没关系，你不要怕它会夹住，它炸一下子它自己会分开，哎。有没有？对啊，它就是这样喷水。啊，不用紧张啊，它连住你不用紧张啊，它就开了。拿起来再放一下，捞起来。它就开了，有没有？所以不怕它连。汉族料理嘅米片菜都係功夫菜，下工愛囤一泡到蔬菜都好，天初做唔得泡超過2分鐘，雞肉愛燜1點鐘久，還不時愛注意嫩。白絲飛乾燉係囤亞種材料切絲，對大家來講，也都都係頭一擺吃做。談論阿餐時現做現學，經過好久嘅，總算囤下生出料理都做好嘅。这人的眼睛通通都往这边直视。不是，大家在想说，你怎么那么闲，在拍照都没有在做事情？真正在面對個難的料理，唔係易有把握，不過一定會切水果。嘿嘿，阿餐時哦，都家庭要比做韓國難呢，高義要用嚟雕出一隻等人食嘅榴彈圖誒。來，我跟你講。然後師傅要示範，然後切皮。你看哦，這個，留一點，這樣一刀，切了一刀，有沒有？這邊一刀，一個裡面一個這樣子。哦，這樣我知道了。這樣就會變成這樣子。這個要切要小心了哈。這樣一刀。不要到底嘛哈。不要到底了，這樣一刀。有沒有？這2種。耳朵方向不一樣。挑戰。這邊一刀，你的肉有那麼多，耳朵比較厚一點。這邊一刀，好，長短，好啦，勉強啦啊。那個你自己吃。你要這樣子就切下去，然後這個再慢慢轉過來，這樣不是很順？好。這個就很好吃啊，這個就沒有白白的，有沒有？阿餐時離開過後，大家繼續認真演練，今日好多嘅料理。幾道路卡真正在每帶幾道榴彈演練高調，同時還當講有副區呢，讓13年黑的幾道老人家共下來參加一場攀竹雄演。媽媽你好。謝謝老師都來關懷我們。不會，我下個星期4哦，我們想要煮一些菜，順便你就給我一起請，可以嗎？下個星期4的晚上。老師你辛苦了。好，謝謝，要感恩，好棒哦！你現在氣色都很棒了耶，啊，進步好多，好棒，加油！謝謝老師，謝謝老師。好，你好。
我那个星期四哈，假如那个煮饭很麻烦，我星期四晚上呢会煮一些饭哈，请长辈吃。麻烦你参与。我先登记起来了。好，没事就过去了。好，谢谢你啊，感恩，谢谢。谢谢啊！哇，哎，好哦，总在安动咯。系啊，冬笋早家未卖哦，是啊，时装料啊。哇，你真的太厉害了啦！啊，干咁啦，啊，你抬下来就有事啦。哦，那从来你慢慢把，慢慢来呀。哎呦，好厉害！知道。哦，辛苦啊！啊，真正来嘞。第二哦。哇，太个第二诶！你要太把色包哦。哇，你这哦，莫去通下大下来呀！啊，大伯哥来，难度莫去咧，我是讲啦，好啦，好啦，停手啦，菜要拿落去啦。好了，哇，你看。你刷那一条啦，你刷一条啦，哦，2条面。哎呦，脚皮了，哪去抢哦啊？没有，就不认识啦。我不会，哎，你问一下他。哦，做下题啊，按张买蔬菜呢。哎，三妹姐姐，嗨，睇無限你哦，已經睇無限咧，哦，我會做下呢吼，啊，真真姐你做乜嘅？我做煮飯，已經喺煮飯了，哦，啊，攏會偷到安尼嘅蔬菜喏，最近天氣轉涼咧啊，哦，係，個農業教育食飯對幾多咋好方便啦。哦，係啦，就安徽上多啦。啊，今年會有1到3年來食飯啊？20人咋？哦，按多哦。係啊，我隔壁鄰下，我哋附近嘅。哦，有去遊園啊，係咪？係哦，安尼哦，哦，按好。誒，咁捱可能做地睇書嘛嘅冇，捱落可能卡巴嘅先標下啦吼，可能先做地。新聞嘢啦，我電視啊。好。洗菜啊！洗菜好，捱卡巴先標一下吼，先標一下。今日大家佇先前拜師學藝幾日，分工韓國順，開始準備各個做自家該愛做嘅。大家有手生出料理特色嘅，討論過後有煮嘅雅品，吃人煮了一定讚美菜喲。哦，所以你們自己加了很多道菜，係咪？係啊。哦，咁按你送 Q 一道紅啊？7、8項要，全部7、8項要。哦，雞肉濕個，等下弄全雞啊，爆金雞啊，等下豬肉做8絲嘅其中1絲啊，咁多強下煮啊。嗱，你啊凍好。你還沒凍好咧。哦，你要入去架帶哦。係啊。嗰就真帶落嚟啦。哦，好，我按重。每個挑。不要點進去哦，導演。按好順。前幾下呢種，其實也無幾句項，安尼路線安尼備料啊。幾下安尼看感覺對今年的菜有信心冇？有，係啊。因為我愛同學當聽。哦，當專業，有安尼兩個同學。係啊，哦，我當新聞機，我處事就冇重要啦，我專業唄，太熟啦，都盡量太熟啊，哎，好，當聽，受它的影響力。哦，有大廚嘅影響，有感覺佢有信心嘅，係咪？啊，如果煮飯都應該是當飯氣啊。啊，徐向志咯，有信心哦，對於今日嘅菜。係啊，嗬！誒，我講今日當初有睇煮嘅人哦，冇錯嘅人，給人感覺很像貴婦都沒有在做，其實 OK 啊，吼！喺教路去做得咋？徐同志，你今日變大廚嘅嗬？哎呦，還是咁險愛啊！別人不愛煮，愛是煮啊！我好傻逼啊！咁唔嘅兩個幫手係做得冇？做得啦，放天台又興死菜就死。咁有信心冇咯？今日阿仔是教人女啲的嗬？有啦，今年哦，體態哦。大家對今日的挑戰信心滿滿，可能時間越到位，從體鹹前補敗，料理未鹹前準備好些。
都已經有人客陸陸續續來報到嘅呢。坐旁邊嗎？好啊，好啊。那阿姨你先坐一下哈。好啊，謝謝。好啊。等一下，马上调，这个炒起来就可以调。而家有哈魯幾件狀哦，魯因為我6點嘅，人哋按算係6點去出餐嘅吼，我看下有一道人來。哦，其實蠻慢的呢，難怪睇教路幾件狀，還有幾條頭都整嘅東西路蠻看哦，好，人哋有幾少無限的。可能時間已經晚了半點鐘誒，菜三前完全煮好，大家都開始緊張起來耶。老婆爺嘅導人客以長路批到香味，想愛家家來品嘗香誒。坐在那邊哈，那個香味一陣陣過來，害我肚子都餓了，趕快過來！一聽到客家的東西，我就想要去吃，很期待。謝謝你們來，那我們大概再過5分鐘就會上菜了，請大家再等一會兒，好嗎？謝謝，謝謝。在忙煮的跪下煮的食品滿漢全席，準備愛出作了。各位鄉親、好朋友，大家晚安。晚安。很高興看到你們風雨無阻啊，外面很冷，你們還是來捧我的茶。我跟你們一樣啊，我也是獨居老人，啊，看不出來啊。啊！但是我的孩子住在我旁邊而已。我們當獨居老人，有的時候呢，想要吃一點私人想要吃的東西呢，一個人好像不好煮嘛，對不對？對。今天很高興看到你們，我就想到一個方法，就想說，我跟中破差學了板豆，這個心願讓我如願以償。來，我們掌聲一下，上菜。大家久等了，不好意思啊，等了很久啊。大家好。高興看到你們，謝謝。好，有沒有人要吃飯？要好，我來幫大家裝。慢慢吃哦，有米粉也有湯，也有飯。還有那個，今天菜好多，哇，太多了。對。盡量吃。好，歡迎姐這邊。好香哦！我來吃豚。OK，要沾這個汁，要沾這個汁。好吃的，哈，好吃。過來是聽耶，剛好純粹一米哦，不好意思哦，被我搶來了。讚，好食，好食哦！看到大家食到游來游去，真正這團量的好姊妹耶，咪總算輕鬆下來耶。聽嗲嗲的醋醬來同大家傾下食，看大家食到飽逼逼的嘢，真正這咪團一起家調嘅榴蓮糕條蒙出來搶大家。這個像什麼？像什麼？兔子。大聲一點。兔子。啊，兔子啊！維他命 C 最高。謝謝。先打分是100分。謝謝啦，謝謝啦，感恩謝謝啦。謝謝你們今天想得多。你們今天吃他們做的菜做的怎麼樣？好吃，很好吃，喜歡嗎？有沒有最喜歡的？有，真的。紅燒肉。那你們都是一個人住嗎？對。都是一個人住。獨居。沒有。獨居多久呢？獨居我獨居了4年多。4年多。那你呢？來經歷過。我先生1年走了。自己的伴侶走了以後還能夠走出來，很棒。因為兒女哈都有要求我們去他那邊住，那是不錯的。可是你想，他們都上班，都去上班，我還是一個人在。那我不如在台北，我有朋友。像我剛剛開始也是很不習慣，因為我的兄弟姐妹啊，
通通不在国内，都在国外。对，那我自己孩子也在国外，所以真正的独居老人。但是呢，我唯一好一点就是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啊，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培养了很多的兴趣。像我画画画了40年，我现在还在画，我还在去上课。为什么？我很喜欢参加那种团体的活动的。不脱节嘛，就不会觉得很寂寞，也不会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家遗弃的，很可怜的，没有这种感觉。想不开怎么样？想得开又怎样？啊，不就这样活，对不对？我们要活得快乐，对不对？很奇怪，这种人啊，病就很多。是，为什么？我不骗想不开，他会忧郁症、腰酸背痛、头痛，什么毛病都没有。对啊，他没有走出来，没有跨出那一步。对，我们一天到凄凄哀哀的过也是一天。快快乐乐也是过一天，你在家里，我们也不能在那边等死，对不对？我就要动，都很忙的，每天都很。像我今天晚上来这边，我那边就要请假。第一次参加这么好的板凳，哎呀，谢谢你啦！这个倒是第一次，这个是没有参加过的第一次吗？真的是第一次没有参加过。希望还有下一次，是不是？我当然希望。我们今天有跟这三位姐姐说，他们找到第二个职业，就他们以后可以到以后来。那你们还会再来吗？会啊。卢卡人总有一年会离开。係講自家愛故事講嘢的，總係睇嘅挨接接，還唔當從一群安有法力的老人家，韓國真正在團量嘅好姊妹一樣嘅，冇偷嘢的橋睇路卡，像錯浪一樣嘅，行出嚟攞杯也看幾看，好真美好。其實自家一生人講嘢的，未做得過來一次呀。哎呀，把人按你嘅按貼喺啲同學飛。但你也真的很狠哈，我同學來拍照，我按辛苦的事。按你嘅同學飛，你這個按你經歷下來有冇感想？明白哦，以前我先來講我會強強，結果係我講莫啦，莫見莫嘅強挑莫見就業啊，我會強啊。哦，本來強嘅都係上鏡頭一件事情，係咪啊？係咪有講法哦？係啊，係感覺蠻歡喜啊！哎呀，然後珍珍姐是從小學到離下，常常心心念念的。你後來你的胸片你自己啊，哦，翕相兩個老師都是兩個在一起，很貼心。哦，他真的是，在我人生中哈，我感覺他是一個很有見證的一個同學。呢種美學白樣面啊，嗬，國生嘅嗰個經驗就冇同樣啊，所以我基本嘅嚟講，大部分全部講咁好啦，係啦，要當小嘅缺點啦，嗬，你含義詞肯定改善嚟唔到啦，要咪咁強嘅閨蜜，看50時間畢業之後，也希望到冇天嘅地方，是這樣子都讓人慶幸。係啊。